咱个人一篇的介绍书，从他做人风格一样东西。什么物件拢简单明了。哦，这个道理用之为证，就是孔子所谓的讲。哦，用之其心，就是本文所谓的天。但是文学是修养。文学有修养，只是学本的一种富有意义。这是做学本要来注意，会使无注意，所以咱若无注意，言如是当这样过，听起来他早考无这样，那现在他早无会掉。哦，他早别让工作啊，你假使你改变别人，才错。我可能什么的你你看，讲你那跟当啊，你是几岁？几岁？我40岁，你看，这个不是啊，言如是一样。所以我希望讲咱汉字也叮当，也会行，也会走，来修修，因为时间无难，你食几年就是几年。人讲未来出生，未来出世，未来出生就是。要回来出事业，本身出就甲你摆好啊，你就大公。只要你有大公的以外，你就是交易所。所以为了啥？在讲，在出来，讲是改变的麻烦，小问题事情有名。文字定义是不能中意的，出来是将问题。讲情感有问题，我有爱，但是我两个个做歹，我听老师在讲小文字，我听老师在讲，书生有名富贵在天，生到死命来调。你该时阵定是生，该时阵定是死。但是伊甲讲啊，用真好啊啦，剩一条路，这条路好行。君主定义不是不能中意的，所以伊来拢是所以那个，一报之主，一书之道啊，那就分宗教。如果你是基督教，你是佛教，你什么教？无，世界上伟大的就是佛了，是佛。也绝对是不是讲，基督教嘛是讲佛，佛教嘛是讲佛，咱嘛是讲佛。一报之主，一书之道，汉奸也会做，也会传闻，也会叮当。安尼呢，是日，咱才有机会。会知影。我讲讲，咱前辈人，那亲像这个讲说，那亲像讲就是讲，这是孔子写的，但是这本论语本书书呢，2000多年来，慢慢是讲，讲这个册呢，拢过是讲无长啊，3、5日、3、4个月讲法，来个，一本册也我讲2000多年不老。就是有价值的所在，你回来较好。而价值是做一件，书法一个凡夫，先甲一个君主，二时习之，贵个无有平自我拢来贵讲，人不比而不为贵君主。咱一个凡夫透过了修，会
咱达到君主的境地。讲圣人讲啊，圣人我不得理解是必定君主才是好，所以君主就是圣人。之外，透过听道来学道来修道，其实成君主，到圣人。这是大家咱听伊，大家咱欢喜的一个代志啊。所以无欢喜啊。哦，会当修道成欢喜。较早进前真是感情啊，迄阵真正。啊，袂好，袂好三小一口。啊，我迄阵若无做有啥，我加2口尔，完整的一个月来好，哇，就俾你叫着啊！哪讲生意哪好？啊，都真正你叫着啊！迄个时阵，一个地种100万个吼。啊，你着真正讲实在代志啊，我着敲电话去打。讲即个开几号啊？伊咧着伊拢对迄个讲好个啊。我直接开几号，我着开几号哦。我直接啊，哦，欢喜偌久，你是欢喜啊？你着说啥？收到欢喜偌久，真叫做那些，咱后面着经典，我咧着欢喜。大家静静的心，大家静静的调整，静静的3个人的时候，我才能两个人真正的把握顺来到时候，这是。这本书是对田道之功、孙道之功一般，跟115平常之功、田道之功、对功、三之功，对讲师慈悲之功，对讲师慈悲之功，孙道义之功，对功、三之功，对讲师慈悲之功。对讲师慈悲之功，一起实践向115平常之功与田道之功，在功、三之功，实践田人之功，实践田人之功，实践不田人之功，种下田人之功，孙道之功，在功、三之功，实践田人之功。不结论之功，种下田人之功。